大家好，我係黃嘉倫。首先感謝行政長官對我嘅信任同埋支持，能夠獲委任成為第8屆嘅立法會議員，我非常之榮幸。更加明白呢一個背後係沉甸甸嘅責任。呢一份責任唔單止對我過往工作嘅認可，更加係對澳門數字經濟轉型發展嘅訴求，同埋對澳門青年嘅聲音嘅重視。作為新一屆嘅立法會議員，我第一嘅感受係使命在前，實幹為要。過往喺澳門青年聯合會同埋澳門直播協會嘅工作中，我始終紮根基層，貼近行業。現在身份轉變咗啦，我會繼續帶住呢份接地氣嘅作風，履行職責。第一係傾聽更加廣泛嘅聲音，定期走入社區、企業、青年群體，把居民嘅急難愁盼、行業中嘅困境，真實咁樣反映到立法同埋施政監督中。第二係提升履職嘅專業性，深入學習澳門基本法及相關嘅法律制度，確保每一次審議、每一份建議都符合澳門嘅整體利益。第三係聚焦澳門數字經濟嘅轉型，助力澳門特色產業通過數字渠道走向更大嘅市場，為居民創造更加多嘅新業態同埋就業嘅機會。喺配合特區政府嘅施政監督當中，我會堅持支持好、監督好嘅原則，以建設性嘅監督為導向，通過理性嘅溝通、數據嘅支撐，提出改進嘅建議，真實做到為澳門謀發展，為居民辦實事。